我係光大中心客戶服務主任黃寶珊 Crystal。有溫度嘅服務要窩心同暖心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返一個暖心嘅經歷。有一日，有一對韓國夫婦嚟到我哋嘅大廈，佢哋要揾一間韓國銀行。然而，根據佢哋提供嘅資料，地址係我哋大廈嘅前身大新金融中心，而依間銀行亦都已經搬離咗大廈。여기어떻게가나요？我嘗試用英文同佢哋溝通，但發現佢哋聽唔明。佢哋都好努力咁用韓文表達，但係我都唔識韓文，於是我就用肢體語言努力咁樣同佢哋溝通。由於呢個租戶已經搬走咗，佢哋人生路不熟，所以我就請咗佢哋入大堂，幫佢哋揾一揾呢個租戶究竟搬咗去邊度。我 Google 發現咗佢哋要揾嘅銀行係金鐘一座大廈，於是我編咗附近嘅地圖，喺地圖度都盡量展示咗嗰座大廈嘅方向，亦提供咗一啲公共交通嘅路線俾佢哋。因為佢哋唔係好聽得明，所以我就親自同佢哋一齊出去巴士站，話俾佢哋聽點樣搭車。我指示佢哋搭2號巴士前往金鐘，話俾佢哋聽2個站之後落車。佢哋表示明白，咁就將個地圖交埋俾佢哋，希望幫到佢哋順利咁去到。감사합니다。我返去自己嘅崗位後，諗起佢哋2個韓國人士人生路不熟，過咗幾分鐘之後，我都仲係有啲擔心佢哋，所以我就出去巴士站度睇下，嗰2位韓國人士都仲喺巴士站度，個樣仲有啲困惑添。嗰位韓國男士表示佢哋趕時間，咁我就建議佢哋搭的士，但係嗰陣係下晝嘅繁忙時間，附近冇的士，咁我就突然間靈機一觸，幫佢哋睇下 call Uber 要幾錢，話俾佢哋聽，佢哋都覺得價錢適合，所以我就直接咁幫佢哋落咗order call車。車嚟到嘅時候，我同司機再次說明目的地，請司機車佢哋去到金鐘嘅元東金融中心。我仲喺地圖上邊寫低具體嘅地址，方便佢哋可以喺現場問人帶佢哋上去要去嘅地方。最終佢哋順利上車，我亦都安心咁返去我嘅工作崗位。雖然佢哋唔係我哋大廈嘅租戶，亦都唔係我哋大廈嘅客人，但係我哋除咗代表咗大廈之外，亦都代表緊香港。香港作為服務之都，我哋嘅服務就要由大廈推廣，由香港推向國際。以今次個案為例，其實可以好簡單咁話俾佢哋聽，唔係我哋嘅租戶就已經完結。但係嗰刻我喺度諗，佢係需要我嘅幫助，所以我要確保客人達到佢哋嘅所需。我哋提供嘅係貼身貼心嘅服務，好似公司之前都安排咗一啲客戶服務嘅培訓課程。我哋喺進行指示路線嘅時間，可以行多一步，帶埋客人去搭車。但係考慮到今次嘅客人唔係香港人，我都有啲唔放心。再出去睇多一睇嘅時候，原來佢哋真係需要進一步嘅服務同協助。我覺得最優秀嘅服務就係行多一步，暖心服務。